一坑一坑一坑，下面还有很多的温泉。哦，真的哦。你睇埋，今日做温泉隔海水，路路向下的嘛。Ocean and hot spring。呀，而且我有发现到，其实我们下面好像有鱼。下半鸦片呢，因为我们跟海水混在一起，温度比较没有那么热，所以鱼可以游来游去。上面的温泉，呢边温泉就下少，煮热，懂我知道。所以 you can cook eggs in the hot spring。做对了哦，先来进温泉，等一下带你去温泉煮热。OK。你等一下会丢的呀，我把它加上去哦。OK。哦，透过来就有热气的感觉。So this is cooking eggs in a hot spring。用温泉煮热。Yeah。比如說綠島鴉片啊，乜街都有，看有温泉、有海，还有亚洲早礁的景觀，然後有沙，還可以温泉煮蛋。So how long will it take to cook the eggs in this hot spring？大概要8到10分鐘，懂夾啦。你看，按到你給亂全部啲啊，不，对啊，好多个哦。 You smell eggs? I smell eggs, all right。差不多了吧 Ready? 哦 ，so hot。真的耶。 OK。 喂，是不是很烫？扣。哦 Very hot。 你看看我的蛋蛋，完美。晶莹剔透。哦，你看看这个蛋黄，蛋黄够来了。Cheers。 Cheers to an egg. Cheers to a hot spring egg. 用温泉煮热，成功。你看，亚达贝就得用温泉煮热。 This is cooking eggs in a hot spring.